犯案，凶手出来自首，才讲认唔到人。新北市的八里半暝就阁发生一件这款的案件，一个男子压枪抢人的车，佮差一点甲车顶一个大不倒的太太载咧走，是好哩加载，这个太太看状况不对，赶紧来跳车。警方到场，随着落调查，尾仔伫咧干道找到互抢去的车。抢车这个男子随后嘛主动来投案，讲认唔到人咯。走出来，然后他就拿了一把枪这样子，警方一个到位，现场的民众随讲起着有人开枪抢车的过程。我们就在里面用餐，对，然后他就把他老婆也是孕妇，他把他赶走，他就把那个人拖走，对方开枪，他就把他的车抢走了。敢是翕到这个查甫人要驶车时，后壁雄雄有人冲过来，将车抢走离开现场。拿枪朝着我头开枪，幸好我躲掉。被害人讲，当时正准备要驶车，对方雄雄冲进前将伊摔落车，甚至佫开枪示威。车顶孕妇发现了，随跳落车，也若无，毋若车互抢去，连人卖好嫌犯再走。被害人讲，毋捌对方，嘛毋知是安怎会抢伊的车。警方伫现场发现枪支壳，嘛依照线索锁定开枪抢车姓连的嫌犯，伫干道宫找到被抢去弹掉的车。抢车嫌犯是主动投案。犯嫌疑似前往该处跟朋友讲事情，却误将现场的民众当作对方纠众，竟想抢车逃离嫌犯讲是甲人谈判，想要到认唔到人、抢唔到车，也毋过对方开枪这是事实，开枪抢车，和被害民众惊到，附近的乡亲嘛着惊。警方表示，依照强盗枪炮罪来移送，嘛要严办挑战公权力的人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